老二昨天夜里又高烧了，前面2天低烧，咳得厉害，然后还老想吐，然后我今天休息了，带他到医院去检查一下。我现在先送儿子到学校去，昨天一晚上我也没睡着，然后今天的活就要赶时间了。听我说，可以听我说，我有时懒惰，有时脆弱，有时像一个未经世俗的孩子，还不懂复杂与颠簸。不要失落，就这样听我说，若没有曲折，怎懂快乐？开心和难过，总要找个人说说，日子总会变好的。